毫无包袱的宋楚瑜，将带着初心展开我的终局之战。宋楚瑜的终局之战，绝对不是电影里面复仇者的联盟，因为我肯定台湾所有任何一个政党都曾经为这一块土地做出过贡献。我只希望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能够掀开新的一页。我希望中华民国可以从双手掌制转变成内阁制。我希望民法成年的定义可以下修到18岁，让年轻的世代可以早一天负起承先启后的社会公民的责任。同时在教育上也要求向下扎根，而不是向上延伸。我希望降低政党票的门槛，提高不分区立委席次的比例。我更希望降低政党获得补助款的标准，让台湾的政坛除了蓝绿之外，还有足够的空间，让五彩缤纷、七彩夺目的优秀小党并存于世。我们一起加油！